我要选市长郑玉平，看字念字捌几字。暗顿食煞，阿勇伫客厅，甲厝邻的人宣布：我要选市长。阿爸讲伊还未满18岁，倒无投票权呢，要安怎选市长啦？读高中的阿姐伫边仔笑伊头壳歹去。阿勇真正经，甲大家说分明，原来是因学校一年一摆会举办市长的选举，这是为着要培养学生民主的素养，互学生囡仔参与选举的过程。这个活动打6年仔的学生才有资格出来选市长，啊5、6年仔的学生，大家人拢有投票权。要出来竞选市长的人，爱先经过监班的同学初选通过，才会使代表因迄班出来选市长。6年仔总共有9班，所以就有9个市长候选人。候选人有2礼拜的时间，通伫学校内底打宣传单、邮票。头一个礼拜2的早起时，候选人爱伫5、6年仔的学生面头前发表政见，替因家己邮票。等到第2个礼拜5的早起时，就投票，一人一票。投票的时间打1点钟尔。搁来是开票、签票，尾仔会把票数和当选的候选人公布伫学校的公布栏甲网站。啊，伫投票进前，所有的候选人拢爱先把因大的宣传单收好清气。无简单呢！阿公甲阿勇比一支大头舞，阿母问阿勇，伊的证件是啥？阿勇讲，阮的证件袂使黑白讲哦。我第一个证件就是中昼休困的时，爱开放互阮遮的学生回手机啊、耍电动。第二个是拜六礼拜袂使出功课互阮写，安尼阮才有时间通出去拍球、运动、甲看册，也是和同学去佚佗。阿姐第一个跳出来拍扑克赞成，阿母讲恁顶部上半工的课，搁再讲饭食煞，人也心神，敢真正搁有法度回手机啊？阿姐问阿勇讲：你若选有条，你的证件敢真正会实行
因为我上无爱休困日写一堆功课啦。阿勇讲，毋管啥人当选学校的市长，阮的政见拢是摕来参考的尔。伊一个讲煞，阿姐喊一声，啥物？随拍伫桌顶咧假哭。但是阿爸阿母的面色，哪像有小可甲轻松啊？阿勇惊我来阿姊的边仔讲，你等我真正做市长时，我的政见一定袂跳票。最后，感谢收看，再会。